鄭國江馳名一生紀念群星演唱會2026咧，就喺2026年嘅5月17號咧，就喺伊利沙伯體育館係舉行完畢啦。呢一個晚上咧嘅壓軸嘉賓咧就係譚詠麟校長啦。咁啊，譚校長咧其實唱阿鄭國江老師嘅金曲咧真係好多好多。咁而呢一個晚上咧，譚校長佢係精心揀選咗幾首歌。咁啊，首先咧第一首嘅歌曲咧，佢就清唱少少，就係唱一首好歌啊！咁其實呢一隻歌咧就係收錄喺1979年反斗星嘅呢一張唱片裏面咧，就係改編自當年好 hit 啊 Bee Gees 嘅 Too Much Heaven。咁啊，而鄭老師咧能夠填上即係好話非常之充滿藝術啊，可以話係如詩如畫嘅歌詞啦。咁啊有個故事嘅喎。咁啊譚校長話其實當年咧佢喺台灣翻嚟咧就要趕住去錄呢張唱片啦，一錄咧就錄8首歌咁多，錄到咧朝早凌晨6點鐘。咁啊鄭老師咧就一路喺現場飛紙仔俾佢啦。咁啊都係把聲沙沙地啊，佢感覺都係盡力唱啦。誰不知呢一首歌亦都係成為咗一首非常之 hit 嘅歌嘅。嗱，跟住咧校長就揀選咗咧呢一首咧就係1980年嘅金曲啦。咁啊呢個歌名咧就叫做《相識非偶然》，收錄喺《愛到你發狂》呢一張專輯裏面嘅其中一首歌曲啦。嗱，呢首咧就唔係改編歌嚟嘅，呢一首咧就係當年 Ricky 風馮添枝有一個咧詞名咧就叫做力風，咁佢就作嘅呢一首歌《相識非偶然》。咁啊而鄭國江咧就填上歌詞，其實裏面呢啲歌詞咧都係令到我哋去對愛情嘅好多期盼同埋幻想啦。咁當時候成長嘅我哋咧真係覺得哇好即係好沉醉呢啲歌詞裏面嘅。咁而咧第三首歌咧譚詠麟就揀選咗1981年咧佢喺呢一張專輯忘不了你裏面嘅呢一首歌曲叫做小風波啊。喺演唱會裏面咧佢都講到咧就係話其實咧鄭老師嘅歌詞咧就好似媒人啊，好多人咧聽佢嘅歌一齊睇演唱會啊，一齊去分享歌啊，咁咧就會成為拖友啦，最後就成為一對啦。咁亦都咧係有做一個中間人和事佬嘅效果啊，就係呢一首小風波啦。譬如你同人哋鬧咗交啊，鬥氣咧呢首歌歌詞咀嚼下啦，送俾佢啦，點唱下啦，咁於是咧就會好翻㗎喎。咁所以咧即係有好多功能嘅一個填詞嘅呢一位專家啦。咁啊小風波其實就係改編自當年一首非常之 hit 1981年嘅 Air Supply 嘅 All Out of Love。咁亦都咧成為咗一首好 hit 嘅歌曲。唱完歌之後咧，夏美然就走咗去後台咧，就去同校長探班啦，同佢傾咗陣間啦嚇。咁其實咧佢亦都即係話俾我知道啦，9月份咧就會開佢嘅演唱會啦。哇，其實真係期待已久啊！校長嘅金曲真係咁多咧，其實一晚嘅演唱會其實係睇唔晒。咁所以咧就亦都喺呢度恭喜佢啦，預祝佢成功。咁亦都喺呢個馳名一生嘅紀念演唱會裏面，真係可以好好咁重溫呢幾首經典嘅歌曲嘅。好啦，如果你中意呢個內容嘅話，希望你可以 like 同埋 subscribe 啦。Alan Tam's performance on the Master Lyric Writer Concert of 鄭國江。If you like this content, please subscribe. 皆さんその内容は Alan Tam's の歌紹介しました。その内容好きだから登録してください。また今度。